后来有这几天天气实在是有够热，屏东看守所新开发的冰淇淋大抢市，这个脆脆的红豆饼皮搭配着3球的冰淇淋，才推出着6天，已经卖出2000多粒。这个订单已经排到月底了。这是由收养人真有成就感，有人已经决定出国了后要来创业，要来卖这种的冰淇淋。夏天吃这个冰真的是很好。加一喙冰淇淋，真正是透心凉。食就知这冰淇淋足甜质的，3球冰淇淋真澎湃。咱去来看这饼皮，是脆皮哦。一开始制作就要靠功夫啊。先把米粉搅匀，然后开后爱拄拄好，才会当做出脆皮。这个要做好以后，我们先放到冷冻库里去给它冰煮。爱冰一天，饼皮才算完成。过来就加冰淇淋，足侪口味的，亲像芳草、香槟葡萄。巧克力。这是屏东看守所新开发的冰淇淋产品，吃起来真绵、真顺口，吃起来是比较像汉堡冰的感觉。最近天气较热，新产品才推出6天尔，已经卖2000多粒，订单已经排到6月底啊。那昨天订单也很多，大概已经有50几盒，大概有将近600颗的一个订单。那今天订单也是不断在增加。用上好的日本米粉，加咱台湾老牌子的冰淇淋。还有录 MV 推销，2019年有做红豆饼。红豆饼真有销，这摆脆皮冰淇淋嘛是卖了真好，互收养人做有成就感的。已经有人讲，自家出去了后，要家己创业。